李廣裕議員。多謝主席，我發言係支持陳曉峰議員提出嘅全面檢討及完善保護兒童嘅相關法例議案嘅。今日兒童面對嘅風險咧，已經由線下伸延到線上啦。隨住智能手機、社交平台同埋人工智能嘅生成嘅技術普及，侵害兒童嘅方式咧，亦都不斷地翻新，包括透過啲假賬戶去接觸啲兒童啦，利用 AI 偽造影像，再做羞辱，甚至乎係誘騙取得一啲私密嘅內容，再作勒索。呢啲嘅行為咧，不但侵犯私隱，更加會係打擊我哋兒童嘅心理健康。相關嘅風險咧，唔係個別嘅現象。香港大學曾經有一項嘅研究顯示，喺過去1年，每10名嘅中學生入邊咧，有4名至少係有一次接觸過不適合嘅一啲網上色情內容。約1/5嘅學生曾經遭受到網絡嘅欺凌，1/20曾經收到要索取裸露照片嘅要求。研究亦都顯示出咧，27% 嘅青少年人表示，父母係未有同佢哋討論過點樣去處理呢啲咁嘅困擾嘅網絡事件。呢啲反映咧問題唔單係喺犯罪手法嘅翻新，更加在喺保護意識、家庭教育同埋制度配套未有全面跟上。正正因為咁，今次嘅檢討咧可以加強刑責上嘅一個基礎啦，進一步去完善前端保護機制，推動兒童保護嘅政策係由事後執法逐步發展為事前預防。國際上近年亦都處理好多兒童網上安全嘅問題嘅，亦都唔止集中於懲罰施害者，而係逐步將平台嘅責任去制度化。以英國為例，當地已經將平台主動識別、減低同埋去管理呢啲風險嘅刑責咧，係寫入佢哋嘅法例入邊，而且係要求可能有兒童使用嘅平台咧，係進行呢啲嘅兒童風險評估。呢個做法係值得香港去參考嘅。對於香港而言，政府係可以研究去建立更加清晰嘅平台嘅責任制度。當涉及兒童安全風險嘅時候咧，平台係應該有定期嘅風險評估、用戶舉報嘅處理、內容移除、記錄保存同埋配合執法嘅調查機制嘅，而且係就住相關嘅工作去作一個定期嘅匯報，以提升透明度同埋問責制。除此以外咧，政府亦都可以透過法定要求，一啲務實嘅守則啦，去進一步去定明平台喺呢啲嘅產品設計同埋日常運作入邊咧，要採取一啲兒童嘅保護嘅措施，譬如喺高風險嘅情況之下咧，採用可靠嘅年齡保護方法，將未成年人嘅一啲帳戶咧設為一個私密嘅帳戶，減少佢哋受到陌生人嘅騷擾。佢哋可以調整佢哋嘅算法推薦嘅機制，避免兒童可以反覆接觸到呢啲咁樣有害嘅內容。只係將保護要求前置去到平台嘅設計同埋日常嘅營運之中咧，平台嘅責任先至唔會淪為個案發生後嘅一啲嘅補救嘅措施。另一方面，家長教育同埋社區支援咧，亦都要同步加強嘅。有好多涉及網上色情嘅資訊啦、社交媒體嘅誘騙啦、人工智能嘅深度偽造啦，以至到精神情感虐待嘅個案咧，最早察覺兒童情緒或者行為出現差異嘅，往往都係佢哋身邊最近嘅人，包括家長、老師或者係同學。所以保護兒童工作咧，唔應該着眼只係喺事後介入，更加要着重喺及早喺識別同埋及早嘅支援方面。我建議政府應該加強聯動翻學校、地區組織、社福機構同埋青少年嘅服務團體，為家長提供更加多嘅講座，協助佢哋了解常見嘅網絡風險，辨識呢個兒童嘅異常嘅信號，保護佢哋嘅兒童，先至更加完整有效嘅。主席，當下兒童嘅保護咧，已經唔係就係修補法例咁簡單。今次嘅檢討應該着重喺加強保護網，包括喺修法嘅一個補漏啦，完善法呢平台嘅制度，同埋提升家長嘅教育嘅。咁樣三者加埋一齊咧，先至可以真正做到保護兒童喺日常生活之中。多謝主席，我謹此陳辭。